久闻三圣母威灵无限，不想竟置在这残破的古庙之中，倒要看上一看呢。圣母啊，牛年长，普渡世俗为方法金榜伯公名落孙山，谁是君台是难看，看起来这天上人间中一般。精神为令先我连神母受轻寒，他年落得
是，告辞告辞。见过何事啊？我来问你，你愿不愿意一辈子留在我们这儿呢？啊，一辈子留在这里，留下则甚呐？好与他朝夕相伴呐。哎呀，仙姑啊，小臣酒后狂言，仙姑莫怪，仙姑莫怪呀。瞧，把你给吓的，这都是圣母亲口让我问你的。真的？这还有假吗？哦。啊？哈哈。他是天仙，我是凡夫，我二人怎能？哎呀，真是个书呆子！你要是不乐意呀，那就算了。仙姑，仙姑，我是愿意的很呐。我呀，就等你这句话了。
抗罢，幸好将进屋内，死不少。贩卖他只配反腐，应教犯，干不破山。绝不轻饶。这众二圣将速将那刘彦昌抓来见我。
那刘彦昌大下凡尘。娘子，娘子。相动。老妈妈，不要害怕，我是个落难之人呐。哦，落难之人，一山虽破，面带斯文，是过是甚？学生刘彦昌乃是个落地的巨人。怎么，你也是个落地的巨人？哎呀呀！我家老爷生前也是过巨人，杜诗人好命苦。妈妈，我怎么样啊？我怎么样啊？我饿坏了啊！真是个杜诗人，
宁是一不乱步，都到了这般地步，他还金口难开。啊，相公，随我进来。多谢妈妈。罗南他乡邻相帮1万户，重进场。桂英儿，拿碗玉米糊糊来。来了。汉家淑女吃旁门，凤阳高堂多清晨。俺妈妈不住在此。儿啊，这位相公落难至此，我儿见过。是，小女子有礼。还礼还礼。相公不必多礼，快快用吧。相公，再用些吧。够了够了，妈妈。一番前情都无限，不周什么虚名单呐，结果有了贤母女，大恩非浅。娘子，果然你变化今生，送来了和民的饭餐。你疯了！真把我当错了疯狂汉！我是刘彦昌啊！疯了！我是刘啊你彦，疯了！我是你出去！刘彦昌你出我是去！哦，令侄你来得好。神母他不让我问有哪般？相貌果真一样，可她不是你那娘子三圣母。我那娘子她怎么样了？哎呀，相公啊！自你被打落凡尘之后，圣母生下一子，取名丞相。圣母命我悄悄地将你二人这点骨血交与我们夫妻就不能再相聚了么？相公，圣母盼你人间续佳偶，抚养丞相早成人，但愿和府同欢去，
刚才言语多有冒犯，妈妈小姐见了。不妨事啊，相公，但不知你与三圣母是怎样结下这段仙缘？妈，听了结仙缘对了，满面呐心灵碎，肝肠乱，提起那万千。都只为在华山与神母相见。天台前，我见他，他怜我，才结下这奇妙姻缘呐，两情真。天条纪律传南迁，娘亲到海苦实难，一根尖，可恨呐！二郎神把两元，这三把两元。还留下年味悠长，恨在天上人间。好事由来多么难，不分天上与人间。豺狼神母心远断，父子漂泊是可怜。妈妈，丞相他怎么样了？妈妈，丞相哭声不断，莫非他病了？他呀，和你一样，怎样？我坏了啊！哎呀，这山中无如，这便如何是好呢？只好委屈他了，还是
是的，你保好了。怎么到了你的手上，他就不哭了啊？哎呀，真是怪事哦！是啊，到了小姐的手上，她倒不哭了。三公，你看他还笑呢。怎么还笑呢？啊，笑啊！哎呀，啊，妈妈，我来喂。相公，还是我来喂吧。你看着些，看着些。妈妈，你看来看去，看些什么？儿啊，他的相貌与你像得很呐。怎么世上竟有这样的巧事么？是啊，巧得很，像得很呐。啊，妈妈，三生母与小姐的相貌，那是一般无二啊！哎呀呀，怪不得你一见我儿就恋护娘子。儿啊，他是错把你当作丞相的妈妈了。妈妈，你讲些什么？三番两次言语唐突，愧对小姐，救命之恩终身不忘，天师不造，我要走了。相公，天色已晚，大雨将至，你往哪里去呀？不妨，我自有办法，告辞了。相公，慢走。三生
相公，请相公随我来，有事相商。一起
呀，你看，丞相在欢里面。刘彦昌，快交出丞相，饶你全家不死。领旨大求。圣母得知相公有难，特命我持宝莲神灯前来搭救你们。查领旨了。将这宝莲神灯乃是圣母的本命神灯，倘若离身，岂不有杀身之祸呀？相公你看，连灯他会随灭了。神将将三圣母压在华山之下。你们快逃吧！小子们，快点走吧！少爷生来命儿好，家里的金银财宝用不了。我爸爸高老太师陈国璋，我姐姐西宫娘娘陪着皇帝老，我爹妈年近半百无后苗，就剩下我这么一个宝。我爸爸当官好事做得少，所以才生下我这么一块料，无非是我不爱读书，不学好，好吃好玩又好教。到学校我打的同学乱处跑，就是我情关宝琴关宝。走啊走啊！少爷到了，到了，放我下来。好，小心点。
好了，你们先回去吧。哎，少爷，咱们啥时来接您呢？看情况，去看情况。孙年，李松，哎呦，这两小子怎么还没来呀？我们早来了。哎呦，你们都来了，让我们早来，你怎么才来呀？来，听我告诉你们呐，罗州州官刘彦昌的那2个儿子，老是跟我作对。待会儿啊，你们陪着我一起教训他。对，教训他。看他来了没有？兄弟，快走啊！少爷，来了，快多谢。兄弟，到了学堂，我们要小心那秦官宝，不要理他。那个秦官宝真是个坏东西，竟敢欺侮师长，搅乱学堂。我们离他远一点。哎，怎么没人呢？哈哈！我等着你们半天了。大胆的沉香和秋儿竟敢不听我命令，愿打愿罚你们自选，还是跪在地上来求情？跪下！秦官宝，我们怎么招你啦？招我？哼！你在老师的面前打我的小报告，告我的状。我没说你什么坏话，还装蒜哈？那天我在老师的背后添了只小王八，老师问他们，我一瞪眼，他们就不言语了。你这小子就说了，不是他们贴的，也不是你们贴的。哎，那是谁呀？那是谁呀？本来就是你贴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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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贴的。少爷说是你贴的，就是你贴的，你贴的。秦官宝，我们既来学馆读书，就应当尊敬师长，苦读诗书的才是啊。去，读书就读书嘛，干嘛还得苦读诗书？我告诉你，少爷我从小就只吃甜的，从不吃苦。受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哎呦！这2句话呀，就更不对了。你说什么？受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呐。要我说呀，不受得苦中苦，照样是人上人。像我爸爸不识几个字儿，照样是高老太师。哎，谁不拍他的马屁呀？哎呦，哪儿像你爸爸呀？苦读诗书，考取头名状元，不过是个小小的州官儿，这就叫头名状元当州长。我爸爸高老太师是文盲，你爸爸呀得听我爸爸的，你们到了这儿就得听我的。要想读书啊，走开，没门儿，没门儿！真是无理取闹。待会老师来了，再和你辩理。哎呦，老师啊，老师他来不了了。我呀派了2人和了点儿水泥，把老师的门呐给糊上了。老师这一会儿啊，跟蛐蛐儿似的，在屋里头盆着呢。他来不了了。你敢欺侮老师？哎，谁让老师不听我的教导？既然老师不能前来，走，咱们回家。你们谁也不许走！给我拿住了！你呀，跪在地上，冲着我的鞋尖儿磕3个响头，叫我3声小祖宗，我就放你们走。秦官宝，你不要欺人太甚了。我知道你有2下子，我不惹你，我单惹他。
他是我兄弟，欺他如同欺我。什么？他是你兄弟？哎，我说你呀，别往脸上贴金喽。谁都知道啊，他妈妈姓王，你是没妈妈的小妖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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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知道了，大大。罢了，我罢了，少爷，我不但罢了，我还要打你们呢。这一个旋儿你两个旋儿横，仨旋儿我大家就不要我你。我今天打的就是你。我打你的头破血流就不
莫非在学中受了先生责打？爹呀，只因秦官宝欺我弟兄，孩儿一时失手，将秦官宝打死了。怎么讲？将秦官宝打死了。哎，来。青天霹雳当头尘，塌天大火离家门。回头我对丞相问，哪一个奴才打死了人？爹爹，那秦官宝是孩儿打死的。怎么？是你打死的？好奴才！爹爹，那秦官宝是我打死的。是你打死的？好奴才！爹爹，那秦官宝是孩儿打死的，与弟弟无干。不，是我打死的，与哥哥无干。是我打死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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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与弟弟无干呐。看你二人真相地明，手足情深，倒也比得上前辈古人，只是为父母倒做了两难人了。孩儿愿听训教。听父到来。昔日里有一国，国君。生下了本属亲儿他亲人，都是为不脱军，仍然中兵。传口诏，名次自己为君，那书信分章又不肯因而云，那么一尊破命也不能够达成，这一个是我们无有宗而因，那一个好吃了口。在门中央山群多死，留着美女还不存，而娇儿年岁小，真相机明，论情义也敢比天仙夫人，无论是哪一个商人拿过去，唐明都是我情不如难舍，难
内还有我贤德的归隐错难，有难难得，看了我。我把你们这两个奴才是怎生得了啊？孩儿在学中闯下了大祸了啊！什么大祸？两个奴才在学中将心腹官宝打死了。怎么讲？将秦官宝打死了。老爷，是哪个孩儿将人打死？我正在询问此事，我问丞相，是他言道那秦官宝是他打死的。哦，是丞相。我再问秋儿，是他言道那秦官宝是他打死的。怎么是秋儿母？母亲，那秦官宝是孩儿打死的。母亲，那秦官宝是我打死的。老爷，但不知打死他亲夫几个儿子啊？一个儿子啊？难道要我两个孩儿前去抵命不成？我正在为此事为难呢。想老爷身为罗州正堂，怎么遇见这桩命案，就束手无策了呢？讲什么罗州正堂，有道是清官难断家务事。来也来，这有家法在此，就范夫人打一个问一个，问一个打一个，下官这里拜托了。我把你们这两个奴才是怎生得了啊？
堂还有秋儿呢。不是了。什么是妾身的不是了？方才你既打丞相，就该打秋儿；既不打秋儿，也不该打丞相啊！我想老爷你那心中自然明白，我是不用问了。我明白何来？自然是丞相将人打死。何以见得？想那丞相孩儿性情刚烈，屡立过人，与主不平，定会天生相欠。那秋儿呢？这秋儿母，她身小力淡，性情柔和，与主吵闹不会躲避退让，她是怎能动手将人打死？有道是这绵羊也有活性情。新平方有孟冬事。夫人，你好一张利口啊！老爷也是不差，秋儿一口认定，丞相从未改口。万一必不是秋儿虽，是不是丞相，哎呀！既然夫人一口认定是丞相，我也不便多讲。只是在这生死的关头，你我所父母的要平心而论。那我倒明白了。若是秋儿将人打死，理应秋儿前去抵命；若是丞相将人打死，也要让秋儿前去抵命。日若不然，我就是不能平心而论了。哎呀，儿啊！手拉秋儿出外奔。哪里去？让秋儿去抵命，好成你的心呐。夫人呐、请记誓言前谨慎，衷肠言语切实听啊！今日丞相堂，两个孩儿门外等候，唤你们再来。快去，快去！夫人呐、唐花牛母华山生。
相、秋儿都是我亲生之子，也有偏袒之心。只因丞相的亲娘三生母被那二郎神压在了华山之下，受苦受难，可怜他，只留下丞相这点骨血。倘若叫他前去地名夫人，你的复古之心岂不付之东流这秋儿么？他是你我亲生之子，连心之路，小小的年纪，叫他前去地名，你叫我又怎能下此狠心？眼前两个孩儿眼巴巴地站在了我的面前，你叫我射，我射掉哪个？你叫我放，我又放走哪个？有道是灵活不能忘义，遇难不能忘恩。事到如今，倘若射了丞相，愧对圣母；射了秋儿，同上前去，生死关头，前一种王舅夫人，你做传恨。
孩儿快快藏躲起来。丞相，快些拜别你的母亲，逃命去吧。母亲，多多保重，丞相拜别了。
霹雳恩师受一人传，胸怀劈山救我愿洗脸。哪怕苦无余寒，师尊训教，丞相铭记在心，奋力习我，只为大救母亲。他轻骑华山王，怎知天兵气势这强？相约林中群仙聚。施展护卫，助丞相。
戒律森严，罚我鞭。帝王生存，苦也免呐！怎比天上与人间呀？老宅。
是大人。
丞相之命提升官，我要劈山救母。云啸天川，接仗前，身为先，莫迟延。